今日一齊嚟做個健康又快手嘅味噌三文魚。用到嘅食材有三文魚、生抽、白味噌、蒜。首先嚟調個醬汁，碗入邊加入有機嘅白味噌、蒜末、生抽、糖同埋水調勻，將白味噌攪拌到完全融化。平底鍋加入適量嘅牛油果油，煎三文魚，帶皮嗰一面記得先煎。煎大概3到4分鐘，我哋反面繼續煎。稍微壓一下魚身會煎得更加均勻嘅。3到4分鐘之後，將兩邊亦都稍微煎下。最後關火，用鑊入邊嘅餘溫將魚肉燜熟。咁樣做出嘅魚肉呢，就唔會柴啦。用鑊入邊剩低嘅油嚟做個醬，將啱啱調好嘅醬汁倒入去鑊入邊，中火煮到收汁就得噶啦。最尾淋喺魚肉上面就完成噶啦。最後祝大家好胃口。